亞美人都入埋咯，準備起步啦！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雖然入閘有啲困難啦，就海特傳說係慢咗啲嘅啫，又唔算話脫節嘅。出得快啲嘅咧，巴雅美人啦，布朗寧果然速度快啲啦，跟住隻非比尋常都喺前邊，但愛當埋緊嚟就萊斯克雅嘅。然之後啦，內檔嗰邊咧就快樂機會啦，中間係二滿貫啦，外檔仲有隻紅色皇宮埋緊嚟啊！埋欄嗰邊咧，哇，嗰隻銀色世紀捉得好緊要啊，唔知要比啦。咁再跟住個馬啦，牽我手就尾三噶啦，潘比利就尾二，包緊尾暫時就海特傳說嘅。好啦，跑咗400米到啦，咁前邊咧搶咗輪之後咧，非比尋常啊帶咗頭嘅，守住第位埋到嚟就萊斯克雅，貼欄第三就布朗寧，然之後就巴雅美人啦，一路喺外碟蝕緊位就牽我手啊！內檔嗰邊咧就個快樂機會啊，咁啊跟住中間嗰啲紅色皇宮嚟嘅，喺佢後邊就二滿貫，貼住欄咧仲有銀色世紀，咁喺尾嗰隊啦就潘比利啦，同埋包緊尾嘅海特傳說啦。好啦，走過800米牌嘅時候啦，前邊咧非比尋常係仲帶緊頭嘅，守住第位仲係萊斯克雅，咁啊貼欄第三就布朗寧啦，然之後個馬就巴雅美人啦，咁啊走出去外碟咧，即係一路咧頂出去就牽我手啦，咁再跟住個馬就快樂機會啦，紅色皇宮啦，然之後二滿貫好定嘅啫，尾四啊拍住佢咧，仲有咧就銀色世紀，咁喺尾嗰隊咧就海特傳說啦，咁同埋隻潘比利啦，入到嚟最後直路嘅時候啊，前面帶緊頭咧萊斯克雅就上咗嚟啊，咁啊中間啊非比尋常仲有啲優勢嘅，內檔上緊嚟就布朗寧啦，然之後掟出外檔上嘅馬咧就巴雅美人，咁啊馬群中間上嚟啲快樂機會都幾勁嘅，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前咧仲係咧非比尋常，仲未有馬過到佢，追住佢咧就呢個快樂機會嘅，大個檔殺上嚟就萊斯克雅，咁前面快樂機會咧就鬥非比尋常啊，1、2名就好近嘅，過終點啊快樂機會定係呢個嘅非比尋常咧影相先知啊，咁啊第3名咧都要影下相啊，一對馬一內外要影相噶啦，但係1、2名咧先睇咗佢哋先啦，究竟係非比尋常啊，因為快樂機會啦，咁就唔係1就8噶啦，好似非比尋常個勢都仲係好啲嘅，即係都係爆啦。1-8啦，1同8都爆噶啦，快樂機會就應該有機會第2嘅啦，二滿貫就走咗埋外檔啦，姍姍來遲啊，俾人夾咗個二滿貫，好犀利。二滿貫就第3，乜第4都要影喎，萊斯克雅一話係巴雅美人啦。哇！佢臨尾食咗隻大力草啊，喺閘前啊，食完草即刻贏嘅。好啦，8。